羚羊出動，金蟬脫殼，神龍擺尾，惡虎降龍，金剛突立。做咩？碗藥係我煲嘅喎。好，係你煲噶嘛？你有本事嘅嚟攞翻。射我隻腳啊！腳啊！記住啦，呢招叫做四腳朝天。你嘅手力幾大噶喎？話你知啊，呢招只係四腳朝天。呢招就係五體投地啊！服唔服啊？服啦，服啦，服！你啊！你啊！服唔服？服啦！係邊個教你嘅？武功之道無止境，練武之人千萬不可傲氣凌人。惡虎降龍，金蟬退殼，神龍擺尾。金剛倒立。